我哋正生活喺歷史上聯繫最緊密嘅時代之一。我哋身邊嘅一切都變得越嚟越聰明，好似人工智能、智能家居，仲有咁長開嘅裝置。生活變得快咗好多，方便咗好多，亦都聯繫得更緊密。但係喺呢啲進步發生嘅同時，有樣嘢正喺我哋身邊靜靜嘅滋長，係一樣我哋諗唔到、聽唔到、聞唔到，但係無處不在嘅地。睇下我哋嘅日常生活。20年前，我哋喺戶外嘅時間多啲，嗰陣時啲人會面對面傾偈，而且我哋大部分人唔會成日俾啲屏幕信號同埋聯網裝置包圍住。你記唔記得你父母以前叫你唔好成日將部電話放得太近？嗰陣時聽落只係一句簡單嘅勸告，但係今日個世界已經好唔同啦。你部電話、WiFi 路由器、藍牙裝置、智能家電，全部都係不斷咁發送緊信號。呢啲咁加埋一齊，就形成咗科學家所講嘅電磁污染，或者叫電磁霧。佢係冇唔見、聽唔到，而且無處不在。大家好，各位好，歡迎睇到我哋生活空間。我叫 Simon Low， 今日咧我哋會做個實地考察，睇下我哋生活環境入邊到底有幾多電磁霧。咁我哋出發啦，冇問題噶啦。我哋點樣可以開始去了解一樣我哋根本睇唔到嘅嘢呢？其實我哋可以由測量開始。呢部係 EMD-18，佢可以測量同埋偵測我哋每日用緊嘅裝置所產生嘅電磁霧水平，而冇測出咗嘅結果可能會令你大吃一驚。呢部 EMD-18 用咗一套專利量表，叫做 AEI， 即係環境電磁霧指數 （Ambient Electrosmog Index）。你可以當佢係一個簡單嘅視覺指南，由綠色去到黃色、橙色，再到紅色區域。每一種顏色都代表你周圍環境入邊唔同程度嘅電磁霧。一旦你見到，你就會開始意識到，原來你身邊有幾多污染。就算係好似呢度咁睇落好平靜嘅環境，都唔例外。而家睇住啦，當日常裝置開住同運作嗰陣咧，探測器就開始有反應啦。原本佢唔見佢哋，而家變得可以測量得到。所以我並唔係喺度幻想，呢啲污染係真實存在嘅。我吸收緊好多，你都一樣。就連好似Satvinder Singh醫生呢類醫護專業人士，都對電磁霧潛在嘅副作用表示擔憂。兒童嘅大腦，例如下視丘，吸收嘅電磁場往往係成年人嘅 1.5 至2倍。但如果你睇下兒童嘅骨髓，冇吸收嘅電磁輻射竟然係成年人嘅10倍。大腦嘅吸收能力強好多，頭骨亦都薄好多啦。而且咧，因為相對體積較細，如果俾同樣劑量你較細嘅組織吸收嘅輻射咧，會比較大嘅組織多。第一樣你要做嘅係將發射輻射嘅電器，例如手提電話放遠啲，唔用嘅時候就熄咗所有電源。第三，你可以用電磁場協調器，呢啲裝置可以平衡電器產生嘅輻射副作用。此外，好似 Magda Havas 博士呢類加拿大研究人員已經發表過研究，探討嘅特定條件下某啲電磁暴露點樣影響生物反應。雖然呢個領域仲研究緊，但有一點好清楚，我哋嘅環境正在改變，我哋已經唔可以再忽視嘅。點解呢？佢對你嘅重要，因為你嘅身體係大電咗，你嘅大腦會發送信號，你嘅神經將脈衝傳遍全身，所以好自然啦。科學家亦都有研究外在嘅電磁波點樣同我哋互動，特別係喺某啲頻率範圍入邊，佢哋可能會同人體產生共鳴。而家我知道你諗緊咩？係咪冇路可走？係咪玩完？定係隧道盡頭仲見到曙光？去傾下你今日可以做啲咩，開始保護你自己同你嘅屋企人。介紹下 M-Guard， 呢個係一款便攜式校波技術裝置，專為我哋今日生活嘅世界而設計。只需摸個掣 ，M-Guard 就會運作，抑制同埋協調你周圍複雜嘅電磁環境。而家我哋睇下即時會發生咩事。佢哋 M-Guard 你可以好清楚見到 EMD-18 顯示嘅 AEI 水平嘅。我部手提電腦、平板電腦同埋智能手機上面都非常高。而家我哋已經開咗 M-Guard 呢個功能啦，大家不妨理清楚嘅，留意下。當 M-Guard 一開住，諧波指示燈即刻由紅色變做綠色。呢個證明喺當 M-Guard 運作緊嘅時候，環境變得更加協調，而且 AEI 水平亦都跌翻落綠色區域。呢樣嘢令到 M-Guard 成為你擁有過最強大嘅個人保護裝置之一。而家為咗更深入了解呢種互動，東姑阿都拉曼大學 University of Tunku Abdul Rahman 進行咗一項介入性研究，由理學院副院長鄭麗娟博士 Dr. Taylor Kwan 領導。呢項研究探討嘅環境條件點樣影響生物系統。所以喺呢個項目入邊，我哋係研究緊電磁波過敏症。簡單嚟講咧，我會叫佢做 EHS。我哋研究緊一款叫 M-Guard 嘅便攜式裝置，睇下佢對嗰啲自認有 EHS 嘅參加者有咩保護作用。只係喺短短3日嘅觀察期入邊，有70.3%嘅參加者表示佢哋嘅症狀有明顯改善。
我哋仲觀察到血細胞聚集情況減少咗50.7%，呢個結果好重要，因為佢有助血液流動得更順暢，改善微循環，令到細胞層面嘅氧氣同營養輸送更加有效率。除此之外，血清素水平仲提升咗59.5%，有助改善情緒、睡眠同埋認知功能。講到底，最重要嘅始終係我哋愛嘅人、我哋嘅屋企人、我哋嘅家同埋我哋嘅日常生活，因為科技係唔會消失嘅，佢只會越嚟越融入我哋做喺每一件事入邊。所以 M Guard 嘅設計係為咗可以隨時隨地跟住你，無論係佢屋企、返工定係去邊度都好。如果你對呢個信息有共鳴，請聯絡同你分享呢條影片嗰位朋友。我好期待你今日就開始你嘅 M Guard 之旅。我叫 Simon， 保重，保持防護。